各位家長，你哋好啊！你哋嘅子女最近有冇同你講壓力好大，好辛苦？其實而家好多中學生真係唔易做嘅，返學又要追功課啦、溫測驗啦、搞呈分試啦，放學咧又要補習啦、比賽啦、參加社團啦，又要可能好多 IG 啊、WhatsApp 嘅信息要覆啊，情緒真係多多少少容易爆煲嘅。作為家長，我哋可能都會擔心佢承受唔住，好想幫佢，但又唔知點樣幫先唔會令到佢反感。今日呢條短片，我會教你哋4個簡單又實用嘅方法，去幫你哋嘅仔女學識點樣去應對壓力啦，照顧自己，活得輕鬆一啲嘅。策略1：思維調整，培養抗壓心態。有時有壓力唔一定係壞事，適當嘅壓力其實都可以幫助推動我哋成長嘅。但係個問題係，仔女點樣去睇呢個壓力呢？好多時候青少年都會有個自動化嘅負面思維，例如話今鋪考唔好就玩完啦，成日都失敗，證明我真係好冇用啊！我哋可以教佢用一個方法，叫挑戰思維法，叫佢哋嘗試問自己，呢個諗法究竟係事實定係我自己以為嘅咋？或者去轉一個角度，究竟有冇啲證據去支持呢個諗法呢？有冇其他嘅解釋？有冇其他嘅例外呢？如果我朋友咁講，我又會點樣去回應佢呢？幫助子女去認識自己嘅負面信念，然後學識自我去對話，其實係會幫助佢哋更加有彈性去面對呢個挑戰。策略2：時間管理，減壓從計劃開始。唔少青少年壓力大，有時都係因為佢哋拖延或者唔識點樣去分先後次序。我哋可以教佢4象限法。第1，緊急又重要，例如聽日要做嘅專題功課啦，後日嘅考試溫書啦。第2，重要但而唔緊急，有啲長期嘅目標啊、練習啊、樂器啊、運動啊或者睡眠充足，緊急又唔重要嘅，人哋突然嘅要求啊，冇意義嘅一啲嘅信息啊。第4，唔緊急又唔重要，可能係一啲無目的嘅滑手機。我哋可以同仔女一齊去練習列清單，分清嗰個優先次序，再慢慢去建立呢個嘅時間觀念。記住，管理時間其實就係幫助佢哋管理壓力。